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那边合同的震动协商目前是无结论，有风声讲校友期甲拜五日做是最后期限，那郭文哲讲要爱的是公平规则。地法院公布处有关港向规定的林志嘉头前真情，讲伊遭受职场的言语霸凌，地法院即马也要启动调查咯。教育部体育署有一份统计，讲111年6都的统计，台南的民众是上界大块的，市长吴美媞也讲要带头来减肥。那边合进入到正当协商，不过目前是还未有结论。有风声讲校友期甲拜五列做是最后的期限。校友期今强调，这火车过站无要等人的。那郭文哲是表示讲，无讲一定爱全面调，要爱是公平的规则。而且有讲到今仔日含郭台铭做伙食到，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到新竹苗栗拼选情，针对着南北合也批评讲这是密室政治，民众要看的是国政拿督，唔是政治企图。台北市河路市社经活动，国民党校友谊、民众党郭文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三人同齐护驾。不过，南北进入正当协商，总统候选人朝向无进展。团组校友谊讲，拜五就是谈判最后期限。火车过站都无等啦，时间嘛无等啦，所以大家要快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全民调，我只是说你总要有一个公开公平的一个规则嘛，不可能100%完全投走，这第一点。为什么完全一样？那干脆就变成同一个党就好。但是也不应该用某一个去绑架所有其他的。后挂过工厂，席位换几落届，连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要敲过后一做伙，不过，互郭文哲拒绝。挂过中昼，搁同齐午餐会，郭文哲是讲两个人伫讲一票遍布的财经发展，都是唔讲敢有去讲到过瓜配。佮讲人甲人交往，莫一直讲即位交换。将来，执政者、执政党、执政政权的人，能够把和平当作一个首要之务。郭台铭已经送交联署书到省议会，公布拢总1036778份联署书，啊，毋过检调持续查联署误写，婚姻地检署查到未了浪费干部以一张联署书换一箱卫生纸，初二向法院申请羁押干部3人。民进党赖清德到新竹苗栗参拜公庙拍6阵，想讲客家票，高上阵南北合的协商，讲因是秘密伫敲即位。每逢任何一次的大选，国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国政蓝图，而不是政党的企图啦。柯文哲主席前天才说过，他反对密室政治，结果言犹在耳，他便释唤起密室政治了。对郭文哲批评政府用1度9块买供电，才造成缺失。赖清德颠倒批评郭文哲用旧的资料攻击即卖政府，念着方向，呼吁郭文哲唔通看到乌影就开枪。记者综合报道。大选特别高啊，刑事局就抓到一对伫咧中华兄弟啊，因本身就是通缉犯，佮含中国人合作，要来博这届大选的一个选举角。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讲，为着要防止境外势力来介入选举，警方一直拢有伫咧查。那行政院也讲，这境外势力已经透过博缴假信息等方式来介入选举，也已经要求相关单位爱检查检办。关键进门雄雄冲入厝内，查某人拿菜刀一直抵抗。关键前后大埔中华这对兄弟啊，除了拢有通缉身份，搁较伫地下搅盘，往哪有插一卡。为着闪过查缉，用榔头架搅客收钱。警方调查，姓叶的兄弟专门收缴销，往哪有抽头。为对月记录有查到已经有7个人落肚，缴本累积12000。无后，往哪甲中国人配合，密伫对方控制，为网络散布总统大选赌盘的资讯。警方对选举赌盘都会全力来查缉。那最近也有几个都有成果出来那我们会继续要求各检察单位要全力来收报。面对中国人士介入咱大选，警政司长黄明昭表示，赌盘影响选举公平，包含投注站、博缴的缴场，加相关网络消息，拢持续要求各单位都要收集调查。内政部长林佑昌也讲，各单位早就有布局，警方嘛是天罗地网，若要防止境外势力，也希望各人唔通家己犯法。
我想借选手段非常多，而警方也都有掌握，所以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行政院已请法务部以及内政部严格进行情资收集跟案件的查办。行政院回应，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的情形，除了透过赌盘，假消息嘛拢无停，已经要求法务部甲内政部严格进行情报收集，也甲案件查办，互咱国内选举莫因为境外势力的干涉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有民意代表违反反渗透法，这屏东地检署表示讲，这部党籍的县机关郭在添伫去年选举期间，含中国籍的看守呢，涉嫌接受中国资金，引进无核准输入的中国药品甲快筛试剂，予选民使用。另外，也涉嫌含支持者去包围别个候选人的服务处。检方10月底依照违反反渗透法、药事法甲选罢法等罪嫌，对于郭在添因翁仔某提起公诉。检调大家服务处是超出莲花清瘟药丸含快筛，拢是无经过核准输入的中国医药品。检方调查屏东县议员郭在添含中国籍的太太，去年5月是接受中国广东省台办的资助，和台办寄予因遮伫台湾算是违禁药品的莲花清瘟药丸含快筛，佮只是部分快筛爱转嫁予伫台湾的中国籍学生，其他的则予伊伫选举时阵发予选民。郭姓被告另指示其竞选服务处之郭姓办公室主任、周姓助理，在其竞选服务处发放莲花清瘟胶囊以及德威快筛试剂予有投票权之选民。几大箱清瘟药丸含快筛试剂拢互扣起来，但是检方讲，郭在添涉入的案件是毋哪一件。去年11月14，伊阁含真侪支持者做伙去恐吓新园乡大候选人竞选服务处。面对检方的讲法，初日下晡郭在添嘛伫伊的服务处赔清检方的指控。现在的陈代表啦，他在我这边跟人家喝酒起了冲突，起了冲突以后，是不是我两方面我要去把他让他和解掉，所以说他在这里所有的监视器拍到的都是我负责他。郭在添赔清讲，伊是咧斗处理纠纷，而且替家己含太太咧发冤枉，表示讲无甲药丸含快筛发出去，是家己的人遮去啊。但是这讲法是无法度互检方信道。屏东地检署10月底是照违反渗透法、药事法和选罢法这罪嫌，对郭在添翁仔某等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而且会求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前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办公室的执行长张天良涉嫌做中人误杀迄当时营建署的官员，高雄桥头地检署落尾，搁再发现，这国土管理署南港分署长赵可能也是受人误杀，这2年来受可能是几落百万。检调去敲这国土署南港分署，也因为这案情真重大，这3个人互问话了后，也拢互收押了。用手甲面扎起来，前国民党立委郑天才的办公室执行长周天良面对问题拢结点点。本身嘛是生技公司负责人，伊伫今年7月底涉嫌做白手落甲的中人，替厂商到乌西迄当阵，营建署道路工程组的组长7000多万。营建署9月是改制做国土管理署，检警查到国土署南区都市工程分署姓吴的分署长，嘛涉嫌收工一间厂商的钱。透过与吴姓公务人员首任之张姓业者，于109年至111年间，在高雄市某知名海产餐厅多次饮宴，并交付新台币数百万之汇款及高价保健食品于吴姓公务人员。检方讲，姓陈的厂商是工程公司的业者，敢若是为着要标调南区分署办的工程标案。伫2020到2022年的时阵，伫高雄一间有名的海产餐厅，含姓吴的分署长是食过真侪摆饭，拢总予伊几百万的乌西钱含保健食品。吴姓公务人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职务上行为收受贿赂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吴姓被告等3人获准。去到涉嫌乌西厂商这个公司的查证，员工拒绝受访，但是强调公司的营运正正常。国土署是发声明讲，尊重检方伫调查的时阵，爱采取羁押的定词，初步清查涉案的厂商是无承担南港分署相关的案件，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姓吴的分署长停止职务，正正因为张天良案已经定调整相关同仁工作负责区域的职务，会要求大家严格拒绝无正当的超代志，嘛希望法院公平审判。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公报处有一名员工，今仔日伫司法法制委员会开会进前，向规定的秘书长林志佳的头前，讲伊因为是这个国会频道收视率降低等等的问题，去互公报处长骂，佮讲要甲伊考绩拍一顶，遭受职场言语霸凌。林志佳是当场甲答应讲会亲身来处理。下晡立法院就发出声明，初三会由这立法院的副秘书长高明秋主持来启动申诉处理调查小组会议。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开会前，雄有立法院公报处的员工规个行到立法院秘书长林志佳面头前陈情，控诉最近因为国会频道收视率下降这个问题，互公报处长辱骂，抑佫威胁考绩拍一顶，家己伫职场互人言语霸凌。会后我就会处理了，会后我就会处理，没问题，我今天一定会把它处理。很多事情都是双方造成的，那绝对不是单方，绝对不是单方造成的。我是公报处的主管，我会负起我该负的责任。林志佳指示人事处公平处理调查清楚，七三由立法院副秘书长高明秋主持启动申诉处理调查小组会议，依照调查结果检讨发生的原因，相关人员责任了后进行处理甲改善。在场的立委讲，霸凌伫任何职场拢有可能发生，不过立法院是权力中心，要有更加完善的申诉制度。他不相信某一个阶层会不会让他的陈情会直接到最高的长官，所以他今天会利用这种程序，直接诉求。正常时候陈情的人是不希望消息走漏的啦。我们是希望各机关它都能有很通畅的陈情的管道。我觉得 email 是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陈情人提起国会频道收视率下降，也是互人霸凌的原因之一。吴一定是讲，国会频道的功能是互议事公开透明，政策制定过程一旦互大家检视监督，并不是以收视率为主。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有一间专科学校的高级部，学生囡仔将有可能是咧下课期间冤家，着学生呢摕这咸姜仔水出来钻，造成9个学生去互钻着。学校赶紧报案救护车，要甲5名较严重的囡仔送病院，目前是无生命危险。那台东的警方也当咧调查咯，会甲这涉案的学生依照伤害加少年事件，报请这少年法定审理。3架救护车按学校撞出来。顶面在厝着咸椒仔水的学生，分别送去台东马街病院和台东基督教病院急诊。有的学生感觉身体烧烫，把衫烫掉，救护员把因送去急诊室。我会喷辣椒水，你在玩啊？喷洒的有部分的眼睛红肿跟身上的刺痛感，剩下后续就是要看医院检查之后的结果这样。早起9点左右，台东一间专科学校高级部的学生。那像伫下课的时阵咧佚佗，煞变做冤家。有一个学生把咸椒仔水摕出来厝，结果有9个同学受伤，其中5个烧烫伤严重，请救护车送医；另外4个较轻伤，老师塞车送因去病院，拢无性命的危险。台东警方展开调查，对牵涉的学生照伤害甲少年事件，报请少年法庭审理。通知涉案少年及法定代理人到案说明。初步查证为同学间争执吵架引发，未有帮派及不良组织涉入。学生哪会使炸咸椒仔水去学校？学校讲，教育部规定，学校袂当主动检查学生的书包。感觉考验的时，还会安排2个以上的家长代表、老师也是同学陪同，才当检查。会搁再加强宣导禁止炸危险的物件来校，嘛会照校规甲国教署的规定来处分违规的学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呢，有一间私立高中传出学生对学生霸凌的事件。学校是解释讲，这是囡仔之间同有发生口角，才会起骹动手，毋是霸凌事件。那针对这部分，因会搁再调查。互同学用扫帚拍尻川，然后几落位同学甲伊拍，拢无叫出来，甲反击。这段发生伫咧台北市一间高中1分外钟的影片，这2天伫咧网络流传。因为影片是经过后制，教育局表示有请学校去了解。那经过那个观看的影片发现影片并不代表了全部的事情的全貌，所以学校有找双方的学生跟家长来了解受害人，然后跟行为人，他们本身他们都是关系还算蛮不错的，然后都是平常在一起都是有说有笑的，只有单一的这一次的事件，所
绝对不是霸凌事件。平常时做伙嘛会讲耍笑的同学，为什么有冲突？学校指出，一个同学是咧起无空，双方是约去咧教室后壁来谈判，才会变做肢体冲突。11月初一已经召开中庭会，即马了解毋是霸凌，今仔日会组成调查小组来厘清。就其实双方家长都已经清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都已经私下在做沟通。行为人这边他们都非常有诚意，是不是有需要赔偿啊？有没有受伤啊？是一些可以补偿的一个作为这样子。根据即卖霸凌防治准则，霸凌爱成立其中一个要件是连续性。若是按这个定义，应该会以校园暴力来结案。也毋过过去已经出现，所谓的咧算才发生一届暴力，其实早就有霸凌。教局才会请学校来调查清楚，按定数来通报。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后个月就要和远传电信合作一间的亚太电信，正式逼出讲无缘无故甲移工的电话号码停掉。但移工去到店头反映了后，佫再要求因爱找台湾人，甲这号码过户了后，才会当恢复使用。不过亚太电信表示讲，这毋是因的店面，是通信行，就可能是无去查验这双证件，才会出现即寡问题。目前因要报警察处理哦。因为无确实查验用户的身份，亚太电信拄好 NCC 罚450万。再过8个月，即马亚太阁发生向阳来取消移工的手机啊问号，移工找问题反映，毋通去用口说讲费用纳袂起，怪伊去找本地人做人头来计哦，才当恢复使用。对于亚太移工人头门号一案，亚太电信有回报 ，NCC 会督促业者依契约进行处理。亚太发声明讲，查到通信行哪像无确实查验双证件，SIM卡的持有人阁毋是申请人，再先停止问号。后续的处理应对，拢是通信行员工的服务行为，毋是亚太员工。相关的异常状况嘛，已经向电信侦查大队报案。暂定12月15，就要和远传合并，即阵亚太漠视费，远传敢若讲。目前两间电信也是无共公司，无回应。即个若准是事实，亚太若是无做到落实客户的风险管理机制，恐惊嘛变做诈骗集团利用来做歹代志的工具。只是为了冲业绩，而没有真的落实身份的查核，可能导致一些所谓的人头门号的一个暴增。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相关的主管机关，如果真的必要的时候，可能不定期的需要做一些所谓的稽查或者是抽查，才减少后面的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的发生。虽然 NCC 要求强化 KYC 的指引，对头家办问号的人，部分电信业者嘛要求客户爱翕相做记录。不过学者提醒讲，亲像通信行代办，相关单位嘛要加强抽查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战火到打伫要1个月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看起来是无变软软，继续攻击加沙地区，造成当地民众是死伤无数。那国际社会反对战争，连以色列国内也有人话讲要停止空袭，甚至讲要把纳坦雅胡关起来。即马已经演变做是无工作军的对立啊。标顶的相片拢是由哈马斯掠走以色列的受害者，以色列的人正悲伤唱国歌，展现团结的力量。但以色列伫加沙安尼乌白帮，采取无差别待遇的军事报复，造成社会内部严重分歧，两边的人嘛互相呛声。第同一条街仔路已经伫这10个月抗议以色列的司法改革，即摆嘛甲以下冲突的原因指向总理纳坦雅胡，认为讲伊无能力来处理战争和和平两项议题。Of course, Hamas are awful, they're animals, but it's the occupation. 57 years of occupation that has led us to where we are today. 看到内部的纷争愈来愈严重，以色列的总统赫佐格呼吁个人团结，嘛批评哈马斯伫中在使人受昏。האויב המפלצתי מנסה בכל הכוח לנהל נגדנו מלחמה פסיכולוגית בכלים הנבזיים ביותר. ראינו את זה השבוע כמה וכמה פעמים, ואני מעריך שנראה זאת בגזרות השונות. הוא מבקש להפחיד אותנו עם סרטונים, שמועות ושקרים.
הוא מנסה לערער אותנו פסיכולוגית, לפגוע לנו בנפש, ברוח האישית והלאומית. 以下冲突就要满1个月，以色列的平民组织用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来打标语，希望动员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做伙追求和平和平等。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那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区，即马罗西亚也趁机会攻击乌克兰。乌克兰指出，讲过去24点钟内有10个州118座落去互罗西亚攻击，即寡受攻击地区数量是今年上届最一摆。即届攻击也造成哈尔科夫和赫尔松拢1个人死亡。但即个月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是轮到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会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局势。 大楼外边的铁路拢互爆炸破坏，威力正大，将在窗仔门拢震碎。乌克兰南部大城哈尔松昨日遭受俄军的炮击，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讲，在过去24点钟久内，乌克兰全国27个州内面的10个州有118个所在受到俄国的攻击，从今年以来被攻击城市甲村庄上多记录。哈尔科夫也有1个人死亡。乌克兰甲西方盟友担心，俄罗斯将会像去年同款，在冬天来进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 因为乌克兰军队家己所研发的无人机，伫这场反攻也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32-й зум механічний і до 120-го цифровий. Тобто можна 120 раз максимум? Можна подивитись, що пише на футболках у наших ворогів. З якої висоти? З висоти 2 кілометри в середньому. 这种名叫做山鱼的无人机，每一台成本差不多5万美金，俗搁好用。 会当当作乌克兰军队伫咧空中的远程目睭，团队就由无人机连出目标，结果甲坐标团和炮兵部队发动攻击。因为俄乌战争也未煞，以下战争即马搁伫咧拍，国际之间也正关心中国的态度。中国担任11个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张军除了强调解决以巴问题是首要任务，也继续关心乌克兰的局势。 Definitely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it has been on the agenda in the past more than 1 year and a half's time, and we will watch it very closely. 因为乌克兰伫咧东部甲南部的反攻差不多无任何的进展，引发对战争感到野心的担心。 拜登政府最近已经要求国会批准对乌克兰甲以色列超过1000亿美金的援助计划。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是讲，乌克兰军队想要进入扎波罗热、赫尔松甲顿涅茨克地区时阵，遭受重大的损失，但佫无提供任何证据。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几天因为心脏病过身。今仔日咧，伫北京的北部山公墓进行告别式甲火化。根据着央视的画面，李克强的遗体有嵌中共党旗，是军兵和全体政治局常委等人会拢去到现场悼念。另外，也有9000名民众伫咧公墓附近要来烧送，沿路也拢有公安伫咧管制。沉痛悼念。 李克强同志。真正因为心脏病过身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伫北京的北部山公墓举行葬礼，形式是比照2019年前国务院总理李平过身的正国级规格。根据官方媒体央视放送的画面，李克强的遗体穿西装，嵌中国共产党党旗，边仔拢是花。习近平和因某裴丽媛和全体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拢到场致哀，嘛慰问未亡任登鸿，前中国总书记吴景珞无来，送回可哀悼。 有9000民众拢伫墓仔区的附近，要送李克强上尾一程，护卫安置加强戒备。边仔2到3公里的道路拢做交通管制，沿线有一大堆特警、公安和穿便衫的警察伫遮，要求过路人莫停落来，气氛是真紧绷。一路走好。
北京天安门广场顶悬的5星旗，升起来了后，佫慢慢降落来。各大政府机关嘛拢降半旗，传出有真侪工一工班的活动拢收到通知，提醒人员莫穿红色的衫。李克强的故乡安徽合肥的故居是一片灰海，赶快有保安人员穿蓝色架在驻守。不要在那驻足停留，请往前面走啊！这好好的一个总理就说没就没了，痛心吧。其实对李克强过身了后，中国政府就加强管控，针对因应各种悼念的活动，学者分析就是为了防止有可能演变作大规模的抗议。有这么多人在李克强过世以后，自动自发的去悼念他，其实某种程度，这反映他们对习近平很多政策的不满。因为经过这个周恩来过世4·5事件，还有这个吴耀邦过世60事件以后，那当然。共产党他们提高了警戒意识。邓秀环讲，中国内部目前有少年人失业率真悬，经济成长变真慢这状况，北京当局烦恼人民的不满会用哀悼发出来，才互李克强过身了后的氛围这么奇怪。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作研究所 IDEA 初次公布年度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共调查173个国家，其中有85个过去这5年伫民主表现上无有一项关键指标出现惊倒退情形。这已经是连续第6年民主退步国家比民主进步国家更较侪情形，这也是1975年以来全球民主退步时间上界长纪录。总部设伫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甲选举协作研究所 IDEA 所公布的2023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全球有将近1半国家民主水准长得降低，就连美国、奥地利、英国这民主传统真久的国家嘛在内。This trend, which is declines in all of our measures of democracy, is affecting every single region of the world. It's not just autocracies or countries where there's been state collapse or coups in sub-Saharan Africa, but we're also seeing declines in really historically high-performing democracies in Europe, in North America, and in Asia. 这项报告是根据各类项指标进行分析，包括公民自由、司法独立加政治参与，并且以代表权、权利、法治加参与4个主要类别进行鉴定。调查的173个国家，有85个过去5年伫民主表现方面，至少有一项关键指标是倒退。这是连续第6年出现民主倒退国家比民主进步国家较侪，是为1975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全球民主倒退持续时间上长的纪录。We've seen declines in countries like Austria, in Germany, here in Sweden, a decline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outh Korea,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re really is not any area of the world that has gone unaffected. 伫法治的类别，奥地利、匈牙利、秘鲁这国家独立司法审判也甲无受政治暴力干扰的自由表现拢无理想。伫权利的部分，言论自由甲集会自由倒退趋势特别明显。作者特别指出，民主品质的恶化甲无法度执行真有关系。除了一般理解以外，人权团体、公民社会网络也甲调查新闻记者，这拢是执行权力的实体。另外，也是有一寡正面的进展，亲像部分中亚国家伫法治方面有改善，一寡非洲国家腐败程度降低，政治参与程度完全有提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总统拜登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 APEC 顶头举行会谈。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针对双人会面，真有可能会牵连到咱两岸局势。伊也特别强调，美国有和台湾沟通，台湾也和友邦呢来密切直接。目前也安排台湾 APEC 代表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和拜登会谈。另外，美国的海军今仔日也发布声明，讲美加军舰车又有经过台湾海峡，表态要挺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5举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要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国际注意的焦点。针对拜习会可能影响台海局势，外交部长吴钊燮初次表示，美国呢做大概有高层会议，拢会跟台湾沟通。拜习会会不会发生？或者是说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那这些相关的单位，尤其是我们的外交部，都在密切注意当中。除了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持续之外，那中东也爆发战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台湾更需要认清
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势，要避免战争的这个发生。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搁再担任代表出席 APEC， 除了要对外展现台湾高科技量能，吸引其他国家合作，是不是有机会甲拜登会谈？五条线正式两地安排。那 AIT 主席罗森伯格伫选举前来台湾访问，搁再声明反对台独。五条线是讲两个人私底下见面，美国讲台湾是亚太两线力量，对台湾支持真坚定。不过驻美代表萧美琴互人点名是赖清德副手优先人选，立委更加关心五条线，传出讲要接替驻美代表。你不想回答，就表示你背后另外有猫腻。我刚刚已经说明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涉及到竞选的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办法说。不是要涉及竞选，我要你涉及到台美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部分，我跟委员讲说不会有问题。我听说已经有驻欧洲的重要的代表要回来国内，是不是要接你的位置？是不是你要去美国？没有这件事。那是北京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要接任副国务卿，五条是讲坎贝尔是台湾真好的朋友。针对晶片战争作者，美国学者米勒认为，中国封锁台湾，恐惊破坏全球经济。五条是完全认同，代表台海和平对国际安全欢迎真重要。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声明，美军飞弹驱逐舰皮拉塔号加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7日例行性穿过台海，自6月以来第2届。公布讲，两只军舰向南航行，无特别状况。不过，强军东部战区一直伫牵制专停戒备，追踪两只军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通过国科会的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按算伫咧10年内会投入3000亿以上来执行，对明年开始要启动头一期的计划。过去3年，晶片是全球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咱的人工智慧进展快速，嘛是后届工业革命的关键科技。行政院会通过国科会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按算要伫未来10年用3000亿来推动4大布局，掌握晶片甲新时性 AI 的发展，推动全产业创新，嘛要栽培引进晶片人才甲新创能力。10年应该不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台湾最好的这个完整的 pipeline， 从 IC design 到制造到封装测试，这个我想我们在精创台湾计划里面会公私协力，把这个系统把它弄得最好，让国际的一些新创或者 IC design 的公司，他愿意来台湾。国科会讲，希望用这个计划吸收国际人才，利用台湾的晶片产业来创造更加多创新的科技甲服务。按照测绘上新发布的台湾半导体产业预测，有讲明年产值是新台币4.29兆，工研院有讲全球半导体产值会到台币4.9兆，年增率超过14%。尤其伫科技战、地缘政治的变化，增加供应链的风险，推动台湾厂商分散产能。台积电国是成做各国邀请投资的头一间公司。日本厂甚至是德国厂，其实也是地缘政治底下的一个产物。所幸的是，日本政府其实是相当给力的。但德国厂的话，虽然有得到德国的政府的资金的补助，但问题是出在说，欧洲目前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就是一直是存在的，高成本的风险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其实即使是得到德国政府的补助，但对于台积电本身成本的上升跟资金营运的压力，就是始终都是存在。专家讲，国内任何一间晶圆代工厂去海外布局，拢是好代志。除了会当解决国内水力、电力甲人力无够的问题，上重要的就是爱和当地政府讲好条件，袂使讲受到政府的压力，叫你去倒位去，安尼颠倒失去谈判的优势，对营运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好食面是真济，不过教育部体育署有一份资料，讲111年6都的统计，台南的民众是上大块的。这个结果出来，有在地民众看法无同。市长黄伟哲也讲会带头做回来减肥。无论是香港公的肉色饭，也是清清的沙白鱼汤，看起来澎湃佮好食款。在民众早顿上爱食这味，府城美食800款，红号做美食之都。今摆煞增加一个大考城市的称号。根据教育部体育署公布，111年6都大考的排行榜，台南以43.2%排6都第一，嘛就是讲每10个人有4个人体重上过重。拢分大件，拢会骑奥多摆啊，是骑脚车安尼。这食好健康啦，啊你讲无食嘛袂使啊。参大考袂使，保咱家己的问题啦，还有控制啊，系啊。
哦，对啊，微博这嘛是个看，怎样讲啊？担任市长以来，这几年来也胖了蛮多的，那所以说我还是呼吁市长带头一起来减肥。连市长黄伟天嘛讲，伊捌体重超过90公斤，即摆有较瘦落来。政府表示，因按算要对学校教育先做起，互囡仔注重饮食观念。另外，到底要安怎才瘦得落来？营养师嘛讲出关键，爱先调整饮食惯习，佮兼爱做运动，才当有效来改善体重的状况。建议就是采均衡饮食，然后有达到热量赤字的效果。那坊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减重方式，像168可以采用个人适合的饮食方式去达到我们营养赤字的状况。大考是现代的文明病，真侪人拢食外口，较无咧动鼎灶，那会当尽量避免食油的之类。若爱食淀粉，无法度强催民众。营养师指出，会使加食食食纤维，就会使增加饱的感觉。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市公馆圆环车流量是真大，这奥多拜到路口拢爱2段式倒弯，着民众向机关တင်前讲，这交通的标示是乱糟糟，电视民众骑奥多拜无2段式倒弯，就爱吃罚单。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因为时代无同啊，会当重新检讨，按算明年6月进前呢，会提出相关的评估报告。伫台大边的公馆圆环是来台北新北重要的路口，车流量真大，真侪路小头，骑机车的人爱2段倒弯。进前台北市议员接到တင်前，因为交通标示真乱，致使骑机车的人无2段倒弯去用开单，实际去公馆圆环看，骑机车的人讲确实设计有改善的空间。它可以顺着跟车流一起过去就好了，也不需要这边带转，然后多拖到时间，觉得2段式应该要废除掉。因为其实带转的摩托车超多的，会交错到。议员批评公馆圆环变袂强是交通陷阱，一寡人因为安尼违规，年平均将近5000件。高龙局是讲因应时空环境无同，伊讲明年6月进前要提出评估报告。罗斯福路跟基隆路西侧那个机车待转区的部分，我也把它扩大。基隆路要进来到这个圆环路口之前，也做一些的一个引导标志跟提醒它2段式左转的一个标志。以台北圆环做例，除了公馆圆环汽机车甲公车汽做伙引起民怨以外，以快慢车道分流的仁爱圆环嘛，常常因为来外边换车道车祸。另外，警方门圆环是慢车道变 A， 驶入去就变较起。我们既然不是按照国际的标准用车速来分快慢车道，而是用外形，这4轮的是快车，2轮的是慢车，圆环已经丧失了它完全是它的作用。民团认为，圆环设计本来是无需要后置，请到路口自然减速，提升安全。不过，国内交通规范致使圆环已经失去原来功能。交管处表示，会伫进入圆环前，用青红灯来引导车流的方式，让用路人会当提早换路线。记者综合报道。中华139县道沿路拢是弯弯弯弯，真侪人拢会去遐泊车。警方也决定讲，要伫这条县道顶头装科技执法的设备，抓即款奥多拜过弯压车的危险行为，而且这罚单一张拢是12000块起跳。我都会经过转弯的所在，底甲正低过去，拢互科技执法的设备翕落来，未来搁要食一张罚单。中华139县道是有名的跑山路线，交通事故一大堆，为着要处理竞速过弯的行为，警方决定要伫卡会做事的5.8到10.2公里之间，增加2个科技执法的设备，只要联合涂骹的叶角比60度较细，经过判断有故意带车的行为，都会开罚单。对于跑山骑士来说的话，有的人想要激烈超驾或者什么样的，通常这种地方其实是不危险的，主要是骑的人怎么骑。在车道内也没有超速，没有怎么样，你能说他是危险驾驶吗？哪一条法说有规定说不能压车？对啊，你像是，我觉得你要有法有据啦。有骑车认为讲家己真规矩，咧骑车唔惊犯法，但是嘛有人批评处理底车是依法无据。中华县政府过去捌伫139县道加装风浪的交通间测速的翕相机，但是共款一堆人在驾车。即么佮提出全台湾第1个科技执法的处理底车过弯。警方讲系统会24点钟自动侦测翕相，才互人工去芯片甲木出卡挂伫边啊，即种无应该出现的姿势，也是到危险驾驶的程度，就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发条例43条，该开12000以上的罚单。那如果路面低于那个夹角60度，它都会照相，那存档，那回传到我们后端来。
那我们再做一个审核，好看看驾驶有没有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警方讲，即马开始到14时转导期，15开始正式处理。车友烦恼讲，罚甲遮尔重，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恐惊会造成行车速度降低，引起塞车。另外，可能还有一大堆罚单的认定会有争议，拢需要去思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为了要减少这超商的粪扫量，对这个月初开始试办专用粪扫袋的政策。对前金区24间超商开始，希望使用这专用的粪扫袋会当减少这超商的废弃物。时间一到，听到粪扫车的声音，大家拢伫粪扫要出来等，确定有2袋白色粪扫袋啊，才无共款。这是高雄市环保局这个月试办超商专用粪扫袋的措施。现代人因为求便利，常常会伫超商食物件，不过民众食煞粪扫拢会凊彩打，分类不确实。超商店员若无过分类，所有粪扫拢会全部担去粪扫车。做分类这样，对。大部分的话，我就看到 Seven 啊，什么全家有就是露出来的那种垃圾桶都会，基本上是没有分类的。对，会，但是我很少在超商买。环保局即马操办对象是前禁区4大超商，拢做24间，因为这超商大部分都是徛街，也是工作场所周围。目前提供75公升甲120公升粪扫袋予超商使用，卖府到店家，请民众做伙做好粪扫分类。环保局表示，推行动专用的粪扫袋会当评估未来敢有确实做到粪扫的减量。针对前金区4大超商24间门市列为示范对象，并加强辅导。透过小区域少数对象示范使用专用垃圾袋，评估执行垃圾减量成效，作为将来扩大超商推动前的参考。根据环境部的资料，为109年到去年，不管是一般粪扫也是资源的粪扫，单年拢有增加。这摆超商专用的粪扫袋试办会持续半年，效果若是好，将粪扫减量就会推行到高雄市其他地区超商。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林业保育署伫个新竹竹东的旧宿舍，经过2年多的修复，完成第1期工程。其中有2座日本式茶器的建筑，也有1栋2楼悬按摩土建筑正式对外开放，也举办林业展览，要让民众了解过去竹东的林业文化。林业是竹东地区永过4大产业之一，后来因为时代改变，当地茶产业则渐渐消失。不过，物留落来不少日本式的宿舍，经过2栋外的修复，最近重新对外开放。民国50几年的时候，政府鼓励大家1人1坑的活动，因为要防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还保存的还蛮好的哦。你看，你看，其实前几天也还有下雨，可是你看它里面还是很干燥，那大概就可以躲2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发现说，整个园区这个。后面这边整个园区其实都还有，2户这样双拼的2户，家户都还有1个这样的东西。台湾文化响器协会表示，修复的过程中，也尽量保存建筑原本的款式，就是希望会当呈现过去林业人员的生活方式。在修复的过程里面，就是团队是尽量保持一些原件，然后可以用的、可以保存的，就尽量保存下来。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才会去寻找现在的国产材然后去做一些替换，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去知道，林业文化在竹东区域的一个整体的脉络，更配合竹东镇的周边相关的景点，去营造一个具有文化、历史、自然环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的区域。在12月月底进前，现场还举办展览，介绍过去林业对在地发展的重要性。让民众有机会对竹东的木材产业甲文化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真侪人穿关打的，拢是为着好看，事实上穿久才有可能会受伤。这台北大学自工科林碧清教授的团队研发一种手机 App， 会当利用这手机翕相，透过 AI， 就当评估你适合外挂的关打鞋。这项发明也摕到德国纽伦堡国际发展奖的这个金牌。穿关打鞋看起来会较闪跳，阁会当展现个人穿插的风格。毋过，若穿伤久，也是行路行伤远，难免会无爽快，或者是破皮受伤。小腿后
侧的肌肉，你的足底筋膜也会被拉得比较紧，前面头也会缩得比较尖嘛，所以会容易造成你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会让我们的膝盖会有这个过度伸直的情况，膝关节的压力会比较大，也会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的磨损。为了解决关大炎可能造成伤害，台北大学团队甲荣总复健科医师合作，研究手机啊 App 的软体，会当正准确评估每一个人上适合穿鞋啊的宽度。当女性的脚垫高的时候，它跟骨的话会开始内翻。你可以看你的后脚跟的话，其实会有那个影像的形变。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啊，我们的 APP 就是会去录影后脚跟的垫高的逐渐升高的一个影像。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去做预测，是收集了100个女大生的脚的资料。脚内徛迄一张上，系统就会当为脚的筋膜骨骼变化这条件判断上适合穿的宽度。这种创意发明得到第75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奖的银牌。团队是讲，后续会阁收集数据优化，希望未来会当甲消费者、鞋厂，也是网络电商这单位合作，互民众穿关大鞋唔免阁惊痛。记者综合报道。京星少年关怀协会一直咧协助这寡脚步打叉的少年家仔，帮助因找到家己兴趣、培训专业，也陪因行出新的人生。今年协会已经满30年了，因也办特展，要互大家来联办协会，也了解这群少年家仔。规头白头长尾仔当在唱歌，就是 rapper Lizzy。歌词写的是家己英国因为食毒伤害案入去到台北少年关护送的经历。后来伫内底熟悉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了后，决心改读认真学音乐。即马正做少年朋友拢捌的 rapper。今年是协会30周年，伊也望用家己的故事鼓励济济还伫黑暗当中的少年家。他们对我的帮助，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爱吧。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么曲折，就是会有很多的困境跟困难，但是就你不要只想着你会遇到好事，你遇到坏事，你就换一个心态，你就觉得你在挑战，撑过了就是你的。京城少年关怀协会常常伫咧少年家出校管送时，赶伫江湖兄弟来进前，请这少年家好好食一顿饭，率来协助因培养兴趣，嘛透过专业训练，帮助因找头路，行向正道。伊嘛望社会会当给好这囡仔一寡机会。其实很多企业愿意接纳这些孩子工作，但是往往会说，我愿意接纳，但是你们态度要好。可是我们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的问题，就是态度不好，因为他们人生太多的辛苦，所以是需要被看见的。协会自初二开始。连办3日的特展，要让大家了解这少年家的故事，也要把因做人的经验扩展到桃园，让需要帮助的少年家在人生的青红灯会当重新出发。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8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盐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